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企业界第二代咧，总是会当互看作是人生胜利组，但是咧，因面对着承担家业、产业转型等等的这个创新难题哦，比别人付出的一定搁较济。今日咱的来宾是台湾上届有规模的玻璃回收厂春地玻璃第二代吴庭安，家族事业回收占台湾70%的这个玻璃。吴庭安伊自英国求学回来咧，投入半导体科技业。不过，咧看到爸爸因回收这玻璃销不出去，真忝头啦，事业可能会出问题，决定要来回去处理来帮助家业。用求学的材料专长开一档的时间，甲无人要爱 LCD 玻璃制作成立建材，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以及营销经营。春天顺权好门庭，地中水晶经济安。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要带你了解春地玻璃吴庭安的故事。有玻璃杆仔、玻璃桶，各种的玻璃废弃物拢放伫遮，因为这是全台湾上大的玻璃回收公司，一年会当回收全台湾10吨的玻璃。经过回收，搁再制造，互玻璃新生命的灵魂人物是伊吴春迪。囡仔时，咱就知影手间含袂无，这大家就知影。啊，咱知影玻璃就回收有这价值。啊，我搁去玻璃工厂做工学师啊，啊学师啊时，看到迄个玻璃歹，人做歹，拢足侪拢拼个，啊无爱治，所以我就开始每一工去学师刷了后，就开始甲迄玻璃片啊捡起来，放喺阮人个面粉袋啊，卖着有钱哦，啊卖着有钱，我想讲，这个平的我做工较好啊，我做工一工6块，啊我干捡这一工就通捡10几块，啊所以我开始才从为民国50年开始，才会去捡这回收玻璃回收玻璃啦。拄开始接触玻璃回收，吴春迪食袂少的苦，身躯大大细细伤脆，当成为做玻璃回收受伤的。伊讲当时嘛无时间，感觉辛苦或者是痛，只要有钱赚就好。烧的迄烧这4月拢嘛是，挂掉的嘛。这拢嘛是啊。这个是安怎来的？这个这上班那玻璃烧掉，啊烧掉了后，那衣服就连在这里。啊，那时候没有什么钱可以啊那个。被除疤对不？啊，无啦，哪有啥对不哈？就这么样。所以这是几度的玻璃，甲你怎直接用手的？千几度。痛嘛是，我讲迄个烧恁看是真严重，但是迄个烧掉了后，我是安尼，骨头一条骨头棍8个，继续去做。吴春迪用玻璃饲活一家伙，伊的细汉后生吴定安，自细汉就伫玻璃堆当中大汉，看到爸爸一路行来，知影这是一条真辛苦的路。我细汉的时阵就看我爸爸做回收玻璃，还有我妈妈。其实玻璃回收啦，就是玻璃回收是就辛苦的。那整个过程其实是味就臭的，就热的，就辛苦。所以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是想办法去创造这些玻璃的价值。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代志。吴定安10岁开始，就常常伫爸爸创立的回收工厂帮忙，伫日头骹回收玻璃，嘛可以理解头一线的工作人员有偌辛苦。我那时候跟我2个同学，然后一起来工厂，就是来做的 Q 玻璃。那 Q 玻璃的时候呢，其他2个同学都半工就走啊，因为伤辛苦啊，伤热啊，伤臭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只有我能留下来，因为我就是被限制说要在这里，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了解说，
第一线的辛苦。对玻璃回收、玻璃艺品的再次制造，一直到现在的循环经济，吴春池一步一步照实行。虽然拄创业的时阵，好袂少人看无，认为捡玻璃批仔无出脱，不过伊笑笑啊讲，边顶是边骹徛久的人的，只有坚持才会当得到回报。春天循环好门庭，池中水晶敬济安。今日咱欢迎咱的春池，咱的玻璃庭安，庭安欢迎。欢迎。今日咱非常欢迎咱的庭安来到咱节目现场哦。是。人拢安怎甲你叫？叫 TA 就好啊。叫你 TA 就好啊，是安怎？因为 TA 是我的中文名的庭安。对。伫遮啊，爸爸拢安尼甲你叫吗？无，就叫我庭安。拢叫你庭安，较知啦吼。啊，其实咱拢知影，这爸爸伫58当前创立咱的这个玻璃厂。是。迄当阵真忝头，真辛苦啦吼。这个创业的过程，你嘛听爸爸讲过，伊拢安尼甲你教示的。从一开始啊，其实较歹势，我的台语无较练顿啦，所以我会穿插的一些国语。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做这个回收玻璃就辛苦的。我小的时候，大概10岁的时阵，我就去我们的工厂去做回收玻璃。那回收玻璃其实就辛苦的，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只是劳力的辛苦，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它的味道。味较歹吼。对，就歹，就臭诶。那你可以想象，那种牛奶或者是生气安尼，生气的味是非常非常可怕。那个成山成谷在你面前的时候，其实很少人能待得住。像我那时候杂货时阵，跟我同学去打工，差不多过半天，我们总共3个人，加我3个人，其他2个就不见了，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就纯你呢，就纯我，我法都走嘛，因为就是处理内底，对，我摆钢丢嘛，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很了解说，其实我们在做回收是一件真的是大家都不愿意做的事情。我记得我那时候小的时候，觉得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大的时阵啊，吃完便当哈，就可以喺一个办公室的一个楼梯下面去困30分钟，就觉得啊，这个世界真的太幸福了。你讲做线工会当困30分钟，对，中到休息1小时嘛，你吃饭差不多15分钟，挂2斤，然后再去睡个30分钟，就会觉得啊很幸福。所以那个过程你就会知道，其实第一线的员工真的是每天都在做这些辛苦的事情。那我们后来怎么可以创造价值，再帮忙他？就重要。是，就是讲有经过这个忝头的代志，家己会当去体会啦吼。对。其实咱讲到即马这个春池玻璃会当遐尔成功，但是过去爸爸咧开始做的时阵，可能嘛唔敢甲厝里的人讲，甲亲情啊，甲这个朋友讲，咱咧做回收，因为当阵回收可能讲，人咧捡拾，这可能是大家印象较无遐尔光彩啦。对。是。其实我们在讲回收啊，其实就是酒干到汤尾无，这是大家所有台湾人的回忆啦。不过做酒干到汤尾无这件事，一开始的确是没有那么光彩，因为其实我父亲一开始在做回收的时阵，还不敢在新竹，就是我们亲戚附近的地方开始做，还跑到比较远的新竹县啊，或者苗栗啊、桃园去收，因为他怕大家知道他做这件事情的辛苦。不过后来经过这50年来的累积啊，我们现在开始慢慢的把这个回收的玻璃再创造出新的价值。那大家对我们的观感完全不一样，这也是跟最近的这个循环经济比较相拢的地方，就是这样。是循环经济，等下咱就来好好来讨论。不过讲等下这个爸爸啦吼，对这个家族的这个影响，其实这个我嘛知影，你头顶阁有几个姐姐？对，5个姐姐。是，第6个才生出你，所以爸爸对你的期待应该真重吧？对，不过其实我阿爸跟妈妈其实对我就好的啦。我跟你讲，就是无好运就追阿里的，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自己去发展我们想做的事情。那所以其实，但是我觉得中间有一个关键是一个，因为他们自己以身作则，你看得到他的辛苦。你就会自然而然想要帮忙他，所以迄个时阵我在高中被选大学的时候，我就选了一个比较偏材料，还有资源工程的一个系。那个系呢，其实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把资源再不停的重复利用，那可以再创造价值。
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有人叫我去读这个，阿姆哥就潜移默化的，慢慢的，你就会想往那个方向去走，那你就会心里会觉得说，也许未来我做的这件事可以做多一点的意义给我们家的公司，或给更多的人这样子。所以这是伫要高中升大学有这个选择，但是真正互你转来到这个处理帮站帮忙是啥物关键？那个时阵我从台湾的大学读完去英国读书，英国回来之后，我先在半导体产业。那个半导体产业其实是一个非常先进，然后也非常的创新的一个企业。那个过程呢，我学习到很多。我那时候还没有想到要直接回来。阿姆哥有一天我回去那个阮的厝，就是老家，跟我爸爸妈妈一起吃饭，我们3个人一起吃饭。做伙食饭。对，做伙食饭。啊，我爸爸回来的时阵，你看到伊的面就忝的，就忝的。阿姆哥他嘴巴从来没讲说我就忝的，对，无话我就忝的。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记得最后要吃完的时候，他就插了一个芭乐，然后呢芭乐要吃的时候不小心掉到地上，然后他弯下腰要去捡。好，那个瞬间我就尴尬说，我阿爸真正是年岁较大，同款嘛是背影，苏志清爸爸 Q 干嘛？对，有点像，真的那个看到家己阿爸，你也感觉会就无共的。尤其拍到这个产业是贵的，对，而且老一辈的啦，就是阮的许多人啦，就是他们在辛苦的时阵拢袂讲，然后你那时候就自己主动去想说，我会使该到啥工无，所以那个时间点就是我从台积电做了差不多3、4年，才决定要回去的那个瞬间。是，所以爸爸知影你要回来啊，真欢喜吧？真欢喜啊，不过无讲啦，无讲，嘛是无讲。是，对，囡仔回来，囡仔回来。对，有帮他帮忙，一定可以帮他分担嘛。那说不上，我们已经是真的可以帮忙他到100%。阿姆哥，我们可以尽我们的力量，他的感觉就会觉得有大家一起在往前冲，就像一个团队，赶快对。一个团队啦，对，哎，你感觉就无共啊。所以自开始，爸爸知影你要回来，虽然嘴里无讲，但是伊互你放手，互你去做。你头一件想要做的代志，即马嘛完成啊。你当阵头起先咧做，有甲伊讨论过无？从一开始我回去阮的这个家族企业的时阵，我第一次的想法是安尼吼，就是我希望先把我们现在本业的事情做到更好，就是较好。所以那时候一开始我是把我的阿爸当头家，就是头家，不是我的阿爸，就是头家。所以我们那时候他说的什么决定呢，我其实都不会太去干涉他，因为他是头家，他不是阿爸，所以我不是小孩子。不是囡仔啦哈，不是囡仔的角度去跟他讲，所以那时候我们决定就是把本业，比如说回收的技术在提升，然后把我们的销售外销在提升，那慢慢的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员工，或者是甚至是我阿爸对，他比较信任我，那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就是往下一个方向去做。那时候其实我尴尬啦，就是底下。台积电的工作其实帮忙我很多，因为台积电是非常有制度化的公司。那时候其实我一开始从英国回来的时阵，我嘛想要做很多创新的代志。阿姆哥那时候其实有一些大老板就说不要做这个风险太高了。那个时阵我就想说啊，企业怎么可以不创新？但是后来我有一个想法是说，他们其实看的点或考量的点更广。所以其实像他们老板就像开着船的船长，如果你这个小小的船员有建议的时阵，你可以跟他讲说，我想要怎么走。阿姆哥，如果遇到船难或撞到礁的时候，是谁负责？不是你这个船员，船长爱负责。船长对，船长爱负责，所以他就变成是说，我们可以给建议，但是不要让他去。就是最后的决定还是让他去决定，所以我们才慢慢建立这个制度起来。所以你较早讲过一句话，就是你要用这个故事甲人讲的，因为你唔知影这个船当时的病，但是船长伊较有这个经验嘛。对啊。你嘛是对着伊的这个经验来走，因为你嘛是坚持着你的这个本业。对啊。因为本业做好，你才有其他裁掉，再去做别个这个所在。是。所以你讲这句话，我真正真赞同啊，因为你唔知影。船当时会变去，但是现主时，咱嘛讲，
这阵是爸爸是这个创业家，是你是创二代，对，有当时啊创二代这个 term， 要你进入较辛苦呢。创二代其实这个词吼，创二代，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就是其实创二代会比创业家还难做的原因，是因为你阿爸或者是你的上一代已经创造了一个从0到60分的基础，大家都会鼓掌啊，都说啊，你已经有60分的基础，它比较好做。不过你仔细想一件事情是，如果是创业家从0开始去做，他失败了，最后还是回到0，没有人会怪他，就说啊，你失败啊。不过如果我们是创二代，我们从60分去做，如果最后失败的话，是-60分，因为你的基准点是60，所以你变成0的时候是-60分。等到 minus 60，对，所以你可以想见说，我们其实除了创新以外，还要守旧，这就是较困难的所在啊，对。嘛要创新，嘛要把这个旧的维持，对，这是这个创二代，对，伊的这个困境嘛好，但是伊这个困境内底嘛会使有新的这个可能，对，所以你感觉这个新的可能，你头段嘛讲到循环经济，是现主是恁在做的对不？对，无对。不过循环经济这个词吼，现在可能大家比较少会听到。原因是循环经济这个词呢，其实是最近才有的。对。不过循环经济跟我们以前说的做回收或者是做摇篮到摇篮，其实的概念相同。不过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经济。是。经济这2个字就是供给和需求。所以当你有创造出需求出来的时阵，这个供给就会自动的流动。我们在做回收玻璃最大的困难就是滞销，那个滞销就是销不出去啊，销不出去，你怎么做都很难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想一件事情，是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别人不要的废玻璃，再创造出新的材料，再回归到市场去。是。这个循环经济才会串联。是，所以咱能看到你这个创二代创意甲这个维持这个本地这个本业这个部分啊，头拄伊嘛讲到，创业家是自0起跳，创二代是自60分来起跳。不过一旦若是失败，这个0啦吼，就归到0。但是创二代是-60啦，所以伊非常的这个尊重这个过去所有的这个经验。咱来看说，伊现主时所尊重的这个循环经济是安怎来运作的？咱做来看。一支玻璃管仔会当有啥物用途？其实在对玻璃特性开始讲起，因为玻璃是会当一直循环，搁再制作原料。会当讲制作玻璃原料，拢来自玻璃本身。玻璃是可以100%循环再利用的。那我们在讲玻璃或者这个材料呢，其实我们思考了很多事情是，它其实我们在讲循环的时候，一定要是可以不停的重复再利用，否则你的循环就会只有一次性的。那这一次性其实就非常的可惜。吴定安原本是伫台积电食头路，家己无想过一定爱回来厝内帮忙。不过看到爸爸年纪愈来愈大，肩胛头的责任搁较重，嘛会决定要回来公司斗3工。终于一天甲我讲，爸爸我会使甲你斗3工，我足欢喜的，是安尼，当然我常常讲过嘛。咱做遐艰苦，像恁爸爸妈妈，嘛希望你家己会去发展，对无？咱嘛讲，互伊去开发着，轻松就好。但是伊认为讲，伊还是逃避。我那时候看到我父亲，就是他年纪很大了。那这个年纪很大的过程呢，其实我自己是感觉啦，就是其实你的付出，因为我前一阵工作在台积电嘛，我希望就是说能创造更多的价值给周边的人，而不是只有我自己。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可以回来，再创造一些价值给自己的家人。而且那时候也看到我父亲非常的辛苦就辛苦了。一开始转来的时阵，吴顺治上烦恼，抢来6员工，拢是博感情重义气。若是少年人用电脑化系统管理，可能会出问题。年轻人新的一个知识，就社会的一些环境的变化，可能反而伊讲的用科技那一套的来管理这个公司，那是比较行不通的。所以师傅，所以
人该到帮忙的，他们都是可能教育受的不是很高，但是不是教育受的很高，你就袂使用爱该把他们感情啦，但是因有义气。我16岁就出来做玻璃啊，我是无定定，因为连去做艺评、制评啦。啊，这温度遮烧，你哪点会落去？啊，无法度啊，就成那种习惯咯。啊，无读书无创啊，做囡仔真足艰苦的啊。啊，学这有功夫啊，这个有一技之长啊。啊，这个情况，那想要叫囝来试看嘛？啊，是讲伊咧拍球拍拢着伤啊，我是讲无互伊学一技之长啊。啊，行行出状元对无？嘿啊，爱食苦啦。对啊，啊，就看伊做会调无？头家讲可能有基因吧。工厂内玻璃制作高温危险，回收场分类过程辛苦，但是吴定安嘛是选择回来，因为会当帮助厝内，对伊来讲就是有意义的代志。我爸妈其实从以前就是无希望我回来了，因为其实工作的过程其实就非常非常的困难，然后也是太辛苦。他们其实也不想要小孩那么辛苦，但是我相信他们。因为这么专注了一辈子吼，也是我们小孩子都看得到，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说可以多给他一点，多给他一点就是真正的可能。我们在讲循环经济，就是创造价值，因为创造价值才有办法去让这个循环去流通。我们在做回收玻璃的时阵，遇到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其实会有滞销的问题，销不出去。对，销不出去，销不出去就是我们把玻璃堆在我们的工厂，越堆越多，越来越多啊，没法都把它销售。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要思考说，这个东西怎么在创造价值。过去的这个回收产业，互看袂起哦。不过这阵废玻璃买当变泉少、变水晶啦。咱今日访问就是咱的 TA 庭安啦吼。咱继续要来请教，就是讲吼，这个循环经济，咱头拄啊顶一趴嘛有讲到，循环经济会当应用伫无共款这个场面。啊，其实伫台湾哦，你之前讲过是互逼出来的。现在台湾要行上这个循环经济这部分。是。其实循环经济。温迪来讲这个主题吼，其实它中间有一个有 mega 的地方，有 mega 啦，有 mega 的地方啦，就是我们在讲循环经济，就是创造价值，因为创造价值才有办法去让这个循环去流通。我们在做回收玻璃的时阵，遇到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其实会有滞销的问题，销不出去。对，销不出去就是我们把玻璃堆在我们的工厂，越堆越多。越来越多啊，没法都把它销售。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要思考说，这个东西怎么再创造价值出来。所以其实当我们还没有遇到那个压力的时阵呢，你其实没有办法创造价值。所以我阿爸讲一句话他说，伊讲巴豆拿腰吼转保守，巴豆拿爸无保守。意思就是讲，当你在困苦的时阵呢，你就会想尽办法去创造价值。巴豆拿要转保守，巴豆拿爸，你就顺的过，无保守。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东西后逼出来，就是我们必须要赶快把这种玻璃把它消掉。所以不管是我们以前遇到一些困难，把它变成建材，或者把它变成一些亮彩琉璃的一些艺术品，都是我们在被逼的过程去想出来。不过讲到这个巴豆拿要转保守，其实爸爸。其实伊的这个心内吼，对着这个回收，因为咱算较大盘嘛吼，咧回收的这个下骹的这部分，伊对着这，因为咱讲爱销袂出去，拢甲囤货，囤伫遐，其实伊有这个心理，就是讲袂互这个下骹的这个人咬着。对。因为我们做回收玻璃，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必须要持续的可以供货给我的供应商。我这个供应商其实他会需要，或者我的客户他需要这些玻璃，不可能今天有明天没有，今天有明天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库存。那个库存就是让更多的人使用这个料的时候可以不用担心。不过存底玻璃是这个
回收的循环产业，别人并不是说做回收玻璃让你回收的，是刚好有回收玻璃让你回收，所以你就要有一个调节的库存。那个库存就是我们春池玻璃营运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库存的话，很多的客户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是，我今天用了很好用，无聊啊，无聊啊，明仔日就无聊啊，那他就会不稳定去对它的生产。所以我们像我们这种静脉产业呢，就一定要维持这个好的库存量，然后去搭配动脉产业，才能让这循环经济较顺畅。是，其实这听安讲到这个静脉产业哈，对，还有这个动脉产业，这个是动脉，就是咱讲大血管啦吼，大血管就是咧做制造的，啊静脉这个部分就是讲啊。甲遮较早制造的物件，佮回收倒来，佮一个循环，佮一个利用。啊，因做这个静脉产业，其实嘛做有这个心得啦吼，咱讲做出这个决心出来，做出坚持出来，啊嘛做出真侪好的物件。其实嘛得到这个蔡总统这个肯定。伫2016年的时阵，蔡总统亲身甲恁新竹这个香山啦吼，这个所在去甲你看。啊，当阵总统甲你讲啥？总统迄时阵，蔡总统讲了几句话，我就感动了。他跟我父亲就是握起我父亲的手，说代表台湾谢谢你。黑个时阵是我跟蔡总统直接做简报的，所以结束过后，当我蔡总统跟我父亲说了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内心就澎湃。因为我会觉得说，过去50几年前，我父亲从一开始回收玻璃就干到汤贝博，大家觉得好像很看不起的这个康亏。不过经过这50年的累积，我们做出了一定的成绩。被国家的元首肯定了，黑的心情是一个非常非常激动的一件事情。所以蔡总统那一次过去，的确给我们很大很大的鼓励，是我们就算是做这些很辛苦、很基层的工作，哥，我们一世人把一件事情做好，其实就够了。我们把这个循环的玻璃或回收的玻璃做到一个极致，其实大家就会肯定我们。所以那时候对我们来讲是很大很大的。是，一世人甲一件代志专注，然后做好，就是一件真有成就的这代志。是。咱其实佫看到你伫2018年，佫得到这个总统的创新奖。是。这个故事甲咱分享一下，总统去甲你看过，啊，尾来佫得到这个奖。是。在2018年呢，这个总统创新奖后，其实要很感谢，就是那时候的评审委员，还有政府单位，还有总统，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做这个循环经济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的很多的滞销。所以那时候我就用手机面板的玻璃叫 LCD 玻璃，我们就创造出一个新的一个建材，而这建材是隔音隔热防火，哇，所以是很好的一个特性。后来还有上那个 Discovery 的频道，就是黑雷美国的探索频道，那个频道呢，其实在播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台湾能有这么创新，就是创造出这个他们想不到，本来是废弃的手机面板，还可以变成这样的建材。所以那时候我就跟那个节目就说了一次，就是温是红逼的，台湾是红逼出来，你嘛红逼出来，台湾是逼出来，所以我们春地嘛是红逼出来去做这个创造价值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这个建材就变成一个很好的 demo， 是供循环经济其实是一个很好能在创造价值，然后甚至有经济价值的一个利益的一个滚动的一个方式。那后来呢，在2017年我们又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做了一个叫做 W 春地计划。那 W 春池计划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一个蛮特殊的，我们把春池的回收做到最好，回收改做个上好的，做到极致。然后有很多的外部的设计师，他们看到春池做的这个回收玻璃已经到一定的程度了，他们就开始跟我们做跨界合作。所以其实有一些比较你想象不到的一些，像 W Hotel，这 W 饭店，它是一个非常 fashion 也很潮的一个饭店，他们就选择跟我们做回收，然后再做成一个很漂亮的沙滩的合作。那甚至是跟 GQ。用回收的玻璃帮他做那个酒瓶、酒干啊，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个循环就变成是一个连很多的品牌都会想要跟我们一起合作。那所以它从中就可以创造出很多的概念，所以我们把它叫为那个有机体
有机体啦吼。有机体就是它会一直变化，不同的合作都会变化，但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不变。那这个就是我们循环的一个争议。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很感谢，我觉得应该是这2个主要的原因啦，就是我们有跨界创新，也有自己的研发，两者兼具。所以政府给了我们这个奖是非常很大的一个鼓励。所以嘛是对着这个858当前，甲担这个拍拼，还有理创二代这个部分，然后到对于这个本业开始，慢慢这个开机，这个到安尼刷出去，安尼把这个能量探更较侪这个台湾这个部分，吸引真侪这个产业界啦、设计界等等，拢来做一寡参与。当然，咱爱搁好好讲一个 W 春地计划啦。好。不过咱要搁讲来。头拄你嘛讲到这个爸的部分，顶头你有这个5个姐姐，这个5个姐姐虽然甲你做的物件无共款，因为是做公务人员，有的伫咧做这个厨房的这个教师，所以恁兜应该是一个真多元这个家族啦吼。对。讲到家族，这个爸爸妈妈，恁头拄嘛讲，伊对你足好的，但是对着这个姐姐对你的影响，也是讲家族互恁兜足侪包容的空间，还是多元的空间，去大家去学习。爸爸跟妈妈对你上大的影响是什么？爸爸和妈妈对我的影响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好，然后不用说的太多，你很专注的把它做好就好啊。所以那个时阵，我细汉的时阵就去玻璃厂做工作，我觉得我父亲有他的用意在了，是让我去了解说我们一线的工作人员无挖辛苦。去了解说我们这个现场，其实在接触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困难。那后来的话，他们其实就没有给我任何的压力，去说一定要学这个学那个，就让我们就比较可以顺心的去自己去发展。所以我觉得我父亲和母亲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他们其实不用给小孩太多的指示。但是你就把你自己做好，其实小孩都看得到。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母亲以前讲一个故事，就是她就是在怀孕大着肚子的时候，还在玻璃厂捡玻璃。然后有时候那个回收的车过来，从外县市过来，她就非收不可，半夜3点还要爬起来帮她开那个工厂的门，那里。所以整个过程东西就辛苦。对。所以看到这个爸爸妈妈较早这个拍拼过来，有今摆这个成绩，今摆现主是恁有这个母公司以外，有3、4间的这个子公司啊。是。这拢是咧做什么产业？我们的母公司就是做回收玻璃，然后再利用。然后我们其他的3间公司呢，就是把这些回收的材料，就是玻璃材料，再做成不同的建材。像是节能砖、亮彩琉璃，或者是在做到施工，帮别人盖起整个房子。所以它其实就变成一个循环经济的体系。是。头拄咱讲到，真正是这个循环经济，台湾这部分，也是讲你讲的，拢是去用逼出来，但是逼出来有加到这个创新、创意这个部分啊。其实头拄只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真侪人挖过来，不是你主动去甲人吹，但是你经过着。譬如讲得奖啊，还是讲媒体这个报道了后，真侪人拢知影你的 idea 真好，主动吸过来。安尼讲好啊，就是我不会讲说他们主动吸过来，但是他们会对我们有兴趣。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回收的玻璃做到了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循环经济，所以。大家看到嘛，看到那个循环经济其实是有一定的价值在面，所以他们就会想了一些新的方法去跟我们一起合作。那后来推出的那个 W 春地计划呢，其实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自己本身下去当一个桥接者。那个桥接者的意思是讲，我当成一个中间的一个。缓冲，因为其实传统的工厂和设计师通常会在2个频率都不上线。这里讲话频率无共款。对，设计师就爱水嘛，就爱功能性嘛。不过工厂就是要实际做得出来嘛，所以他们2个通常会都不上。但是如果你中间有一个人是了解设计，也了解工厂的话，你就可以把这2个都到比较接近的状态下去尝试。变成一个球啊啦。对的，一个球。所以
画讲的桥接者的是安内是的艺术，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也是一个很关键，就是其实工厂要多聆听设计者，设计者也要多聆听这个现场的声音这样才会变成一个好的一个合作方式。是，所以咱看到这个天安啦吼，伊做一个桥，甲这个产业。这个工厂的这个部分，甲设计部分，甲伊斗起来吼。咱继续来看讲这个春地计划，伊讲是无中生有，是安怎来进行的？走来看。2017年，吴定安创立 W 春地计划，运用100%会当回收的玻璃，甲各界合作，将循环概念、老师傅的技艺、设计师的创作串联起来。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一段去英国。那个时阵呢，我有一些新的体悟，因为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一个国家强不强盛，其实不只是跟它的赚的钱有关系，或者是它的硬实力有关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文化，对，文化这个东西其实是潜移默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在生活当中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我自己是这样认为啦，就是说它其实能影响人最久。那我觉得 W 春的计划对我而言是一个。相对来说，重要的计划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把文化性的层面又带出去了。在1940年中日战争开始拍，造成米露产量减少。当初专卖局将林米露的杯仔寸尺特别设计，全世界只有台湾的米露杯仔这么细。这就是吴定安想要传达的文化甲历史。像阮伫啉秘鲁的时阵，有迄个就水迄个杯仔，就水。那个杯仔呢，其实是日据时代日本人那时候因为酒不够，就把这个我们啤酒杯缩小，所以你去世界各地去看那个秘鲁的杯子哈，都就大。那所以其实只有台湾有这样小的尺寸。那这个小的尺寸其实很有趣，是你一瓶大瓶的那种600ml的台啤，可以刚好倒6杯，所以一家人还可以刚好分享。所以它其实只有在台湾发生，日本它也没有把它的杯子变小。只有在台湾，所以这种文化性的东西，我们就一直想把它找回来，然后让大家知道我们台湾整个过去的整个脉络。用台湾的回收玻璃做出属于台湾文化特有的米露杯仔。另外，在2017年 W 春地计划参加文博会展览，用互动展览，让大家了解回收是啥物。文博会真侪人拢感觉讲，这敢若是设计师啊，还是讲真侪做文化活动的人来参与的但是阮就感觉讲，文博会应该是真侪无做无共代志的人，拢会当共同来加入。所以阮进前就熟悉 TA 嘛，阮就甲伊讲，若是阮用较特别的方式去做这玻璃回收，互人看。阮做一个海洋，但是这海洋呢是用回收的玻璃去做的。阮用这个合作的方式，一般人一来这个文博会，用伊的脚底，用伊的身躯，就去感觉阮回收玻璃安尼物仔是安怎去做出来的，莫互人感觉这个是介严肃的物件，感觉足自然想要去了解。真侪文化面的代志，这就是阮要做的物件，就是毋管你是啥，你来你就有感觉，你有感觉，这个世界就有可能会改变。用互动展览，让大家了解回收的重要性，用回收玻璃做出属于台湾的文化特色。未来吴定安嘛希望继续甲各界合作，连接回收者、消费者、设计师，用设计替废弃玻璃找到一个永续发展的循环。
春天循环好门庭，地中水晶经济安。咱头拄讲到真侪这个循环经济这个部分哦，头拄嘛讲到这个 W 春地计划。是。咱讲到无中生有，这个无的概念是啥物？无的意思就是讲，从无到有，从有再到无，循环经济就是阮伫咧讲的，就是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其实是从本来不要的。别人无爱的物件，这个玻璃啦，对，无要伫的玻璃创造价值，变成是大家拢爱的物件，所以就是从废玻璃变成钻石，对，转借变成转借，所以其实这类沟通就变成是一个真正有趣味的物件，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创造迄个新的价值的时候，大家都会需要它。它的创造价值有几个方法，一个是讲阮的创新，一个是讲阮的设计的部分。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两者都兼具摆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创造一些新的价值。是，所以真侪人跟你合作啊。咱有看到这个江正成，是，咱摕到这个米其林的主厨，对。伊跟你合作的这个过程是安怎？是伊去找你，还是你去找伊？江正成较特殊啦，是讲迄个他在看电视报道的时阵，就看到了，就是阮的春地玻璃在做的回收玻璃这款代志。那他觉得这类代志真有价值，很有价值，所以他就开始就是说，先联络我们，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做一个合作。江正成是一个就厉害的厨师嘛，所以他其实在创造一些产品的时候，其实他会从厨师的角度的思维。所以他就会创造出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餐具，像他就是做一个5合1的餐具，它是合在一起的，混享。对，当你要拿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变成5组，大家可以混享，对啊。所以它的概念是非常非常的聪明，也是非常的有智慧。阿姆哥一定是要厨师叫我都想出这个概念来，要不然一般人其实没有办法思考得到这个使用者。的角色啊，所以伊用这个多姿赛这个角度去想讲这个玻璃餐盘会当安怎去设计，会当安怎去应用安尼。其实这是这个江正成咱的第一名这个多姿赛这个部分。其实聂永贞嘛跟你合作。对，聂永贞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案子，是迄个有一个拍卖会，叫做苏富比。迄个苏富比的拍卖会是国际的拍卖会，迄每年都会。给他的 VVIP 去有一些产品，还有一些看的一些长的书，去看说今年拍卖有啥物物件，让大家去了解一下。那时候聂永贞就接到好像2018年的这个 VVIP 的藏书，他就用我们的回收玻璃，去做成一个书架，那个书架里面就放着他的藏书，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艺术品，它的艺术品就是让收到人都会觉得很开心，所以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是从本来不要的回收的玻璃的就是没有价值的玻璃，但是创造出一个可以上拍卖会的一个艺术品，所以这整个过程呢，其实就是一个价值。提升 value up 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就是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其实是经过春池的好几道工序去把它完成。对在你讲到这个创意创新，甲这个工业，甲这个工厂做一下这个桥啦，甲因斗起来，你这个部分做甲真好，尤其佮甲唱片业来做合作，是 JJ 嘛，对 JJ 林俊杰，这个。伊是要送互这个 fancy 的这个玻璃罐啊，什么？对，迄个玻璃罐啊，较特殊，叫做瓶中信。迄个是阮甲一个设计师去合作的，就是讲迄个，因为他有一首歌叫做《瓶中信》那个瓶中信呢，其实他有要做一个玻璃瓶，然后里面又有一封林俊杰写的信。所以那封信其实是。他的歌迷都会很开心可以拿到，所以它是一个专辑里面的一个的礼物，第一步。所以那个礼物呢，其实是让他的歌迷去拿到的。所以它上面那个玻璃瓶上面还有林俊杰的手印所以其实拿到的歌迷就欢喜耶，因为他好像是在跟他的那个偶像握手，所以因为它上面还有林俊杰的玻璃的手印，所以他就可以
抚摸得到，所以那种感觉就欢喜的。对。做一个这个歌迷当摕到这个 JJ。诶，这手印这个玻璃杆，都是出着恁这个村地玻璃啦吼，就是咱看到安尼，这个江振成的合作也好，聂永真的合作也好，还是讲这林俊杰合作也好，其实拢是透过这个可能是较早媒体报道，也是讲知影这个恁的坚持，恁咧做这个物件，去甲恁做记接的。其实村地计划上重要精神就是讲甲较早回收这个本业。会当先甲做好，尾吸引更较侪少年人，讲少年辈即个设计师，大家会当甲即个循环经济做好。对，循环经济这个代志哈，唔是一个人或一个公司就会当做得到的。是，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人进来这个系统。我们在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希望让少年人有感觉得进来这个产业有这个未来性，而且喜欢这个东西。那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的这整件事情，其实是为了要帮助更多整个环境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在做这整个循环经济的时候，其实我常常会讲就是 W 村的计划只是一个渠道呢。那其实村地就像一塘纯粹钢矿，就是它很丰盈，不管是从我父亲，我们所有的员工一起努力起来的这个能量，我们用 W 村计划把它开通渠道，让它就更的捞出去，让大家去了解这个循环经济的概念。所以你较早嘛讲的，就是讲 we recycle the future。这个 future 较早是可能是 recycle the glass。今嘛是 future。所以这个 future。你个较大的 image 是什么？那个 future 就是未来嘛。我们其实现在做的事情呢，都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后一代的拍拼。因为大家要想地球就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它没有外部的资源。台湾能做出循环经济，就是因为温习几个岛嘛。我们没有很多的资源，所以我们被逼着要去做循环经济。不过地球总有一天也会面临到这样的问题。现在大家看到，我们的夏天就热，然后冬天就寒，它其实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气候，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消耗了太多的资源还有能源，所以我们并没有创造给下一代好的环境。所以循环经济是一个就好的 solution 了，这是一个解决的方案。所以这个解决的方案，我们就想办法，是不是可以把我们这个村池的概念再传达给更多的人。所以未来台湾的确很有机会在世界上立足，因为我们在循环经济这一块，我们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出来。所以循环经济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会是台湾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驱动力，让世界去了解我们台湾这个地方做了什么新的事情。透过这个循环经济，好，更较侪这个世界人知影台湾在做什么啦。其实，但是要回过头来问你。爸爸知影你在做什么 W 村地计划？爸爸敢真正知影？无，不过安尼讲就是 W 村地计划呢，一开始其实是一个蛮特殊，就特殊的计划计划，因为其实没有很多人去了解它的内涵是什么。不过我们创造出一个价值是，也许我父亲他看的是我们的。营业额没有增加，我们的回收的使用量也没有增加，我的库存也没有解决。所以如果我的 W 村计划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虽然他不知道这东西的内涵，但是这件事情的确会让他去相信说这个方向是对的。这也是我从村池一开始邓来村地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本业先做到好。那这个本够后，然后我们再做一些新的开创，这些新的开创拢会在倒沙缸这类村池的本业，那就变成一个很正向的循环，去不停的滚动。所以爸爸可能这个计划也唔知这什么是内涵呐，核心的物件，也唔知。但是透过你这个经营的这个手段啦吼，甲做一个桥，甲工厂的人，甲这个设计师会当做一下记接，所以互伊知影这个。较早消袂出去的这个玻璃，嘛当销出去啊。搁这个英文的这部分，这数字会当好看。对。所以伊感觉哎呦，这个阮后生经营了真正袂歹哦。有无有安尼甲你学到过无？无直接甲我讲，不过我觉得他感受得到了，因为
我们有一些东西都是在成长的，它是慢慢可以体会得到，所以他不是那种会直接给你欧肉的人。他们哥渐渐的他就会了解说，哦，原来这些事情是可能年轻的一代在做的事情有它的效益在安尼。少年一辈在做的啦。对。其实头拄仔咱嘛有看到这个爸爸这个空喙啦吼，是。这个规身躯拢是因为这个玻璃啊，去这个火烧、火烫到这个玻璃这个分架。啊，你有无？有，我有细汉的时阵去剪迄个玻璃，刮掉。啊，缝了不多啦，4、5针安尼啦。跟我对，跟我父亲整个被火烫伤较无共。但是你看到这个爸爸这个空喙，嘛想到家己。这个可能家己做的，也无爸爸较早做的，遐尔伟大，就是过去这58档安尼经营落来。是。所以对着爸爸，你的感受有啥物话要甲伊讲无？有，其实我的爸爸从年轻的时候就做了这么多辛苦，还有我的母亲一起打拼，去创造出现在这个春池的企业。我们其实很希望可以把春池这个名字延续下去。那不止延续下去，我们还希望把春笛这类名可以拿到国际上去。是，原因是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像我从英国或者再去美国回来之后，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真的很有价值。他们说那个价值呢，不是这么容易就可以让别人了解。所以 W 春池计划是一个媒介，让大家去更容易了解说，哦，原来春池过去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是，那所以其实。春池或 W 春池计划未来是很有机会在传达这类循环经济的概念给全世界。那循环经济，我恭喜在我也是全体人类的共识了，不是只有台湾需要，是全世界都需要的循环经济。所以只要我们把这件事再持续的把它做好，一定可以慢慢让更多人去了解台湾，去了解春池在做什么事情。是，这个循环经济呐做好，咱头拄嘛讲到。互台湾人这个发光啦吼，就是讲这个循环经济来做一个整，啊，探到这个全世界，会当甲这个回收的这个产业做甲淋漓尽致啦吼，做甲这大家拢真招闻，会当做甲设计嘛熟悉，唱片业的嘛熟悉，所以等等的拢是较早过去爸爸所拍起的基础，啊，本业袂当袂记哩，就亲像你讲的，你知影这个船长啊，船长才知影。当时才冰准啦吼，所以一切拢爱照这个爸爸、这个船长的话，啊，你嘛有家己创新的这部分，今日非常感谢咱的 TA 来到咱这边现场，感谢。谢谢主持人，谢谢。感谢。春天循环好门庭，地中水晶经济安，今日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咱后回再会。多谢。谢谢。多谢，辛苦。谢谢。所以未来若是咱节目会当做一个。这个赠品送给观众，会使啊，对吧？而且还可以客制化。对，有一些。